寒舍的时节，我就希望有一年可以成为篮球员。所以对我来讲，打篮球唔止运动体能，还係我想要在球场上演到的才能、流能很做咧运动员。因为高中的时节就喺球队的，所以又是运动疏松的，我会冇办法接受训练。所以嗰時間我心度里就有新的想法，假使可以學會預防疏鬆的東西，安尼就可以減少自家的傷害的。我係葉家賢，未來我想要做一個專業的防護員，安尼有你疏鬆的時間，我就可以幫助伊的。這係一間認真喺南台灣培養出許多優秀運動員一定出名嘅學校。你下看到呢度唔驚日頭暗盲，當地練習傳球嘅球員，就係高燕工商從44年以來第一擺成立嘅橄欖球隊喲。不過，人哋今日體驗足夠，唔係啲運動平衡走嘅，係啲室內嘅體育館地度，讓所有籃球隊嘅成員跳下來練習。我念的是高苑工商的运动休闲学程，会练球队班是因为从国小就开始打球，打到国中，然后国中要毕业的时候就想说不想要放弃篮球这条路，所以高中才会继续打球。我们的球队训练方式是每个礼拜的1、3、5早上练习，就是从一开始的防守的脚步。然后慢慢的做，慢慢做，做到之后的练习上篮、练习投篮，还有3人的快攻之类的。因为老实说，以前我运球很烂，但是来到了高苑之后，看到大家运球都比我厉害很多，所以我就自己花额外的时间在苦练运球，一直到现在，还是每次在练球还是会以运球为主，就慢慢的提升自己的运球。脚步之类的东西。現在家現生活無高，想喺啲球場上有打贏嘅成績，連番嘅運球、速度愛加，行加3分球嘅準度，都係佢愛經練習嘅素材。今本日咪係搭禮拜一擺業餘球隊來呀，到邊嘅球下練球嘅日咧。對啲全高中球員來講，你係咪係要看佢哋平時訓練嘅成績，算兩樣嘅呢？我們每個禮拜3晚上都會跟不同的社會組的人士來打球，然後目的就是大家就是互相交流球技，然後我們也可以多一點實戰的經驗。我在球場上最擅長的就是切入或者是投3分吧。今天投球沒有投球的感覺，但上籃那些動作倒還是可以的，自己得了6分吧。雖然啲球場上看見家賢用輕有自信嘅速度滿場走來走去，不過按好籃球嘅佢，心度上其實當清楚，自家能擺上去對等專業籃球員嘅路來發展，其實機會冇乜嘅大。我主要打的位置是得分後衛，工作就是專門在得分的。其實我並不想放棄職業球員這條路，但是我仔細思考過後，發現自己比人家少了很多東西，比如說身高、身材等等，然後自己本身就時常受傷，所以覺得沒有這個機會。冇唔錯，身高對一個籃球員來講係當現實嘅條件，不過本家賢清少啲嘅，其實係佢人生很多嘅運動傷害。不過現在一條傷害，俾本期嘅籃球員職業有想唔到嘅轉變咯。大大小小的傷都有過，都主要都是在下半身、腳踝、膝蓋、腰這3個地方比較多。然後為了不讓自己受那麼多傷，所以我開始在網絡上搜尋資料，突然搜尋到防護員這個職業。我覺得當防護員可以幫助那些打得比我更好的球員，不讓他們受傷。
我也不会离开这个篮球的世界，还是可以继续在球场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喜悦感的一个工作。对。看來嘉賢係一個當機靈嘅青年呢，然而去面對自家本身嘅優缺點，將做得清楚，正合適自家能擺愛行嘅路。故此為了滿足佢想要做一個防護員嘅夢想，呢禮拜就特別安排佢來到是拿到 SBL 冠軍嘅台皮籃球隊，未有專業嘅防護員張玉峰、小胖親身來帶佢，相信嘉賢聽操做得好到動到哦。第一次来到台皮练球的地方，让我觉得很兴奋，也很紧张。因为我也是一个球员，所以我希望借由他们练球的时候，我也能够吸取经验，也可以在防护员的这条路，我可以学到更多的专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来到这里，我可能就是一整天都是一直傻笑的吧，因为这是一件让我既紧张又兴奋的事情。嘉賢心肝頭度當期睇嘅來到球隊報道，冇想到看到嘅實係空落落嘅球場，都係很用嘅喏。原來兩下都好係球員休息嘅時間，好在出啲球場順項豐富實地度。嘉賢總算尋到嘅禮拜負責帶佢體驗防護員嘅小胖哥。哦，你好。我是要来体验防護員的。哦，你就是今天要来找我的嘉賢嗎？对。我现在在帮球员治疗，那你稍等我一下，好不好？好。一进去到防護室就覺得感覺沒有想象中的大，因為一支球隊都是十幾20個人，然後這麼小的一間防護室就覺得有點怪怪的，太小間了。我們這邊的話，現在是在幫他做電療，然後是幫他在處理小腿的部分，然後包含他的跟腱的問題。那你之前有知道電療是透過什麼樣的東西在幫他們做一個放鬆的動作？不知道哎，不知道。對。電療的話很簡單，就是它主要是利用電的原理，然後把我們的肌肉做一個收縮。那我們人體的肌肉它會有一個收縮之後，它自動會有一個放鬆的機制。那我們利用這個機制，然後利用電，進而讓肌肉去放鬆這個動作。對。啊，一般都要做多久時間？一般的話，我們會看他所需要的受傷的狀況來設定他的機器的模式。那大概平均時間大概就是10到15分鐘，差不多的這個時間。對。原來球員休息嘅時間就係防護員工作嘅時間了。本章報道嘅嘉賢，隨處做的行業觀摩學習嘅集團，尤其底下嘅還有一場台皮撈體育大學嘅友誼賽。故所喺賽前嘅準備頭路，相信咪係嘉賢今後嘅學習機會。他現在是要貼哪裡？就是要幫他貼腿後。他為什麼要像這樣貼這樣子的形狀？按照他的那個肌肉的走向，因為他是運動員，他的小腿的肌肉畢竟比一般人還要再強壯一點點，所以我們的貼法會跟一般人的不太一樣。今天看到小胖哥在賽前幫每個球員做包紮的時候，就覺得手法很利落，也很迅速。如果是我的話，我應該會手忙腳亂的吧。就覺得小胖哥很厲害，可以這麼快速的，就是幫一個球員就很快的就包紮好了。那肌貼的原理，它是利用它貼布的彈性，幫你做一個所謂的肌肉走向的改變。那它其實還蠻多種不同的用法的，像是有的是貼消腫的，那有的是支撐，對，有的是固定，對。小胖哥今天用的貼法其實跟網絡上的用法其實差很多，網絡上可能就只是用一條肌貼就貼好了，可是小胖哥可能會用到3到4條的肌貼去幫球員做包紮，這是讓我學到了另一種新的包法。原來嘉賢對防護員嘅了解，全部都係啲網絡上自家學來嘅喲。故所今晡日做得看到小胖哥實際去疊殺，聽操做得有行卡到嘅 TV， 啲球員嘅疊殺全部好勢過後，賽前嘅暖身沒有開始咧。
这对本身就係籃球員嘅家人來講，相信每一天都期待喲。当下他们在热身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么近距离的看他们做暖身动作，还有一些上篮之类的，就觉得很兴奋。然后看他们的身高，就觉得每个人就是高我很多，然后也比我壮很多，就觉得有点羡慕。也從友誼賽未停定 BB 上正式開始咧。不過愛好籃球嘅家人是冇搶啲看球賽天天咯，係要認真去觀察防護員啲比賽期間到底要做乜嘅事情呢？因为比赛的过程中，其实篮球场上是瞬息万变，可能这一秒没有事情，他下一秒就会有状况。那所以就是主要就是在旁边做观看的动作。今天在球场看到小胖哥，还有就是球员的水没了，他也会帮他们去装水。有些球员还没上场的时候，他们也会叫小胖哥帮他做按摩之类的动作。其实我觉得防护员的工作其实还蛮复杂的，因为其实在场上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工作也是需要防护员去帮忙的。是这样子守的，你守谁，你们要先沟通好，里面谁是打4号，谁是打5号，分别出来。他们刚才站点的时候，你过去是帮干嘛？做什么吗？现在就是心情一整个就是很爽啊！后面都是中华队球员，能这么近距离看他们投篮，真是一件很爽的事情。我朋友他们知道应该会羡慕死我吧。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他的手好大。是这样子守的，你守谁，你们要先沟通好，里面谁是打4号，谁是打5号，分别出来。你们两个就去找你们两个的人。他们刚才站点的时候，你过去是帮他们干嘛？做什么吗？因为他们在场上比赛，他们可能有一些小状况你不知道，他们会透过暂停的时候跟你们讲说你还有什么状况，可能像是一些手指头流血，那因为比赛中是只要有流血就会被换下来，所以他们会去藏。可是你下来就必须要赶快帮他做止血的动作，可能就是利用那个时间点。冇唔錯，防護員啲順項觀戰嘅目的，就是要隨時了解現場球員嘅狀況同需求。行到啲球賽進行到一半嘅時節，還會先離場去準備加下添賽後球員需要嘅各類用品，按樣將做得照顧好也到球員，本期也到彼此啲親好嘅狀態。帮小胖哥去装冰块的时候，就覺得因為是2個大桶子，然後要把它們裝滿，然後要一直拿冰塊，所以覺得手很冰，然後也很酸。就當下覺得這冰塊應該裝夠了吧，然後沒想到小胖哥一回來就說我裝的冰塊還不夠，還要再裝多一點，就覺得有必要用到這麼多冰塊嗎？冰塊嘅用量總嘛該不安太呢？一次到比賽結束過後，家人將了解，原來唔單止我提供球員冰壺來用，還會提供嘅一大桶嘅水療循環機，幫球員做得經過冰塊來降溫，達到表現肌肉嘅目的，還加加點水嘅循環，降低肌肉關節嘅酸軟流疲勞。不過呢時節豐富式地度嘅按摩舒壓條路，未已經開始了。幫他按哪裡啊？大腿，大腿。对，是一樣在做放鬆治療。一樣都是放鬆。见胀吗？会不会胀？不会胀，有一点胀。胀上缘还是下缘？胀上还下？胀上面，胀上面。那我会用手肘的肌群，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大肌群。然后我的手的力量进不去到里面。那我就是用手肘的力量。当然就是力量还是要因个人调整。有些人喜欢强硬一点的，有些人就是一点点就好。你要按照就是他们每个人去做调整。好，对。在按摩上面要注意到的事情，我们在按摩的位置上面呢，我们会依照
运动员他们所主述出来的今天哪边不舒服，他是做什么样的动作不舒服，那我们针对那些肌群来做所谓的手法放松，来做一些处理。所以沟通真的是防护员很重要的一项，也蛮需要的一项能力。即使你再会做处理，你讲不出口，你没有办法表达你想要的给球员知道，或是你没有这项表达能力，让球员知道说你其实现在做的是比他要求你的还要更好。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办法在一个球队里面可以达到一个我们讲叫平衡的一个运作方式上面。有樣哦，交通對任何行業來講都係天作愛有嘅能力。不過就專業防護員來講，要懂一嘅疊實能力，還卡做得確定球員安全嘅使用技能咯。故做啲假現可能幾年嚟過後，小胖哥嘅天天日就會來測試一下嘅基本功，使用嘅都冇想到。年代應該會本假現緊張嘅測試，才變咗佢一生人當然聽兵睇嘅歡喜哦。哦，現在就是心情一整個就是很爽啊！後面都是中華隊球員，能這麼近距離他們投籃，真是一件很爽的事情。我朋友他們知道應該會羨慕死我吧，因為中華隊都是我很喜歡的球員，特別喜歡的應該是田磊。還有林志傑，因為我從剛看 SBL 開始就是看他們兩個打球，就覺得他們兩個很強，所以我一直以來都是他們的球迷，所以能這麼近距離看他們投球，那真的超興奮，然後心情就是一整個就是超開，很不知道怎麼形容了。原來根本日係中華隊啲拳士比賽之前，特別儀體訓練嘅日咧，唔但將盤假現，還卡有機會接拳求勝，每本日天天就做得對體驗防護員嘅學習角色，轉變做一個超級球迷哦。I'm your big fans. Big.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我的手好大哦，他的手好大。一群好朋友那群好朋友都很喜欢打篮球的，所以可以用照片來跟他們炫耀一下。羨慕嗎？我一定會這樣嗆他們，嗆我的好朋友，超開心的。對假現面學嘅笑容，就啲叫幾歡喜嘅。不過行喺日日數起粉絲嘅心情。不要日日開始基本日防護員基本疊實能力嘅測試了。好，那很简单的，我先跟你介绍一下贴布的东西好了，我让你知道它的性质一下。好，最简单，你先看到这个黑色，它叫敷膜。好，它的目的是主要是要盖在皮肤的上面，所以它就叫皮肤膜。那这个就是你们最常见的白色，这个就是你们最常见的，就是它叫白贴。好，它是我们贴扎最常用到的一个贴布。好，来，那这个叫做轻弹贴。好，它是比较有弹性的贴布，它通常是也是用在固定上面，但是它的限制效果当然不会有比白贴好，大部分是使用在我们大肌肉群上面，它必须要有在运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大量的收缩改变，所以使用这种东西，因为它有一点弹性，然后我们就叫轻弹贴。OK， 那接下来如果你要进行贴扎，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就是以白贴来说，你如果很顺畅的把它撕下来，左右手都要会，左右手你都要会。好，如果你要这关过得了，你才有办法很顺利的进行后面的一些贴扎动作。对，撕不太掉。对，都撕不掉。对，那你这样子都撕不掉，你就会没有办法进行后面所需要的贴扎。撕不破，当下就觉得有点丢脸，因为旁边是专业的防护员，所以觉得有点丢脸。后来看到小胖哥撕白贴撕得这么顺手，我就觉得我也要跟他一样。后来练习之后，就是觉得撕白贴的技巧应该就是尽量不要去扭到那个白贴，你就是直接像撕纸一样直接撕下去，就会比较轻松。好，那发现那个并不好撕了吧？那经过你刚才一段时间练习之后，来，那我们稍微进阶一点点。那我先告诉你，我如果手腕我往下会不舒服，
我往上也会有点不舒服。那你要怎么帮我贴扎？你刚才看到我现在桌上的3种贴布，如果是你要怎么帮我表现？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直接用白贴，然后直接在这边。对。然后直接做这样子的动作吧。好了吗？应该吧。OK， 好，来，一样手腕受伤。好，你是篮球员，我跟你说，手掌打开，我会利用这个东西。再利用白贴。来，手掌打开，不要并起来。对，好，我只花了3道。好，那我们就以单纯就你跟我的比较，就白贴就好。哪里不一样？多了一个胶布。多了一个胶布而已吗？差别就是你贴的好像比较松，我贴的好像比较紧。好 ，OK。我在绕环状的时候，我结束的位置，我所有的贴布的头都是在你的上面，上方，而你的手就在这边下方。这个地方，我如果球一滑，我一撸，它就下来了，好，它就翘起来了。那你有没有发现，我跟你绕环状，我的手发生什么事情？你看我的末梢，我已经开始变黑了。那表示说它太紧，太紧了，我的血管，我的血根本过不去。对，那就表示说你这个贴扎是失败的。虽然在轻基本嘅贴杀测试当中，做得看出嘉贤的专业方拉嘅素材，不過年年認真興問學習嘅態度，實係當單得成熟嘅。尤其本身就係籃球員，行卡做得 TV 球員啲防護當高嘅需求，故所嘉賢能擺而好好把握，兩隻比一般人行卡好嘅學習機會哦。嘉賢這2天下來跟你相處，我會發現其實你是一個很有熱情，然後很有好奇心的小朋友。但是呢，你有一個蠻嚴重的缺點，就是你會不敢跟人家做溝通，因為有辦法去跟運動員去溝通，你才有辦法去達到他們所要的需求。然後另外呢，在做事情的時候，必須要把你的球迷的心態給收起來，因為你現在是在做工作，而不是一個球迷好像來看到偶像這種感覺，你必須要把這個心態去做轉換。如果你之後呢，真的還是有要再往防護員這條路走，那希望你呢在大學啊之後呢，可以繼續的學習，繼續進修。那學長這邊，希望有機會可以在職場與你合作，加油！一開始來到內片第一時間，來看到重要的籃球員喺訓練真實辛苦。後來來看到重要的防護員的時間，來過歡喜，因為佢係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未來我想要做個專業的防護員，因為可以傳達到籃球員特殊治療係一個幾歡喜的事情，嘛幾有成就感，所以我真是希望可以做個專業的防護員。